地球嘅长篇小说非常多，这两篇我向老太家介绍两部呢，是以五星作为主角嘅长篇小说，其中一部叫做《抢天抹恨》，晴天无恨。这两个小说佢最早发表嘅时间，佢有一个副标题叫做《白素贞异传》，事实上佢就係《白蛇传》里头嘅一个女主角，佢用一个传说第一部里头嘅白蛇白素贞来写呢个小说，佢写嘅呢係人用辦去成就一個理想嘅新人，理想的新的人，按用一個過程，佢用一個白素贞一個傻哥一個白蛇來作為主角。在一個晴天無恨地位以愛來一個一個和尚嘅來鬥法，故所在晴天無恨，我看到講李老師佢大量用到非常多有關嘅造念對佛經嘅一種研究，寫嚟非常多嘅佛法在地位。不過一個地方也係一個非常特殊嘅一個理想，佢自己本人也好，係呢佢嘅文學主題一個非常重要嘅轉折。所以講佢寫睇晴天無恨地度白素貞跟法海和尚的鬥法之後，佢自己本身嘅信仰，李橋老師嘅宗教信仰，佢對佛經嘅愛好轉向到對基督教嘅一種追尋。所以講一個小說在李橋先生本身嘅精神的那個信仰方面，也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轉折點。另外一個同五星有關嘅長篇小說係藍彩霞嘅春天。藍彩霞的春天一部小說本大家注意到嘅呢，係佢非常在一種相對來報述嘅一個時代，李老師以一個性交易工作者妓女作為主角。那第一度嘅主角藍彩霞，佢係一個被賣掉的一個少女，一個本人賣退嘅本人逼去做呢個性工作嘅人，佢用辦法在呢種命天嘅命運之中來行出自己脫離嘅生命，去脫出自己一個按樣型嘅命運的束縛。呢個春天藍彩霞嘅春天，要用辦法去寫。對李老師來講，佢在呢個小說，佢因為佢係佢自己本身長年以來所講嘅反抗哲學，一種非常文學性、戲劇化的演出。藍彩霞春天是李橋反抗哲學的戲劇化的演出。在呢個小說底部，一開頭本人買到呢個市場了嘅藍彩霞，佢唔要用辦法反抗。不過佢對其他同樣有一種命運嘅人嘅這種反抗嘅各種嘅樣態，有的人係去選擇了自殺，有的人係反抗之後本人賣退，有的人就甘願講算了，我就反抗也無效，我就繼續過按樣型嘅生活好了。種種嘅一種五星嘅一種樣貌，對藍彩霞產生了一種啟示。最名小說底外，藍彩霞在佢講自己嘅老母也本人賣退嘅時間，佢選擇了一種講覺悟下的一種犧牲，佢安排了一種做嚟講就係謀殺嘅行通，到了個市場寮的老闆，到了個控制了這個少女的一個惡霸來辭戲。辭戲之後呢，佢甚至係用一種非常坦然的姿態在小說底度李老師寫講，佢本來一本藍彩霞自殺嘅，不過寫到最尾嘅時間，佢嘅小說人物老佢講，我無吹，我做乜愛死，所以藍彩霞最後是赤身裸體的、坦蕩蕩的走了出來，讓本日嘅警察帶走佢嘅春天呢，還有佢自己姊妹嘅春天，去採呢個監獄地位來尋到嘅藍彩霞的春天，都係講佢對五星嘅命運佢對一種人嘅反抗嘅行動有非常深刻嘅描寫。一本書呢個小說，一本人翻譯做西班牙文嘅翻譯本，受到非常多人嘅注意，得到國際當局嘅重視。